后来，有唱水的专家讲，宜兰龟山岛的牛奶海唱水净化了后，若无赶紧来冲洗，会来受伤。原来是因为牛奶海是为龟山岛的海底温泉涌出来的泉水，酸碱度比正常的海水白，还佫较低，只有6。所以牛奶海应该讲是酸奶海，若是浸伤久，当然皮肤会受伤。 蓝色的海面顶悬出现一沿淡过一沿的色水，对空中看落去是牛奶白色的。民众讲这是牛奶海，嘛是宜兰龟山岛一个足特殊的景象。会当坐游艇去耍水，嘛会当徛伫花板顶悬爬水，还可以当翕相。但是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教授林玉诗，伊讲这牛奶海应该算是酸奶，对皮肤无好。长期研究牛奶海海洋大学的教授，伊嘛是安尼认为。 测到最酸，早期的时候是7.5吧，到上面的话可能都6。你要是泡了不冲淡水，然后又晒太阳，是有可能会脱皮，而且会伤得很惨。牛奶海闻起来有一种硫磺的酸味，龟山岛海底温泉不出来了后，含海水相夹。 高温的泉水有大量的气泡，密度较低，浮伫海水顶悬，才会意外造成牛奶海美景。但是，这个瞬间海流真强，还佫有大细的光粒层，耍水的时阵爱较细一条。